数。真，开一下。不多了哦。我不会开呀。我说你妈就不要太强，不要太冷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。有没有多？啊，他们都故意的啦，他们的那个上面他故意那样子而已。这样子而已的。故意的。故意的。故意的。他们只要不想要解释，都会以故意的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对对。他怕他的那个。他放在哪里要健康你？都可以，只要放得下，然后麦克风在动就好了。所以因为你是女主唱。他坐这边讲也可以啊。他坐这也可以，对，因为我没差，因为我是收声音的，对，他坐哪里都可以。女主唱，那个七，我做，那个七，恰你干嘛呢？他也可以坐这里。好，我走，在这边比较好。那个七，恰两个。他是有点感动。马上说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们还会再来，我们还会再来，我们还会再来。呜哇呜哇哦呀哦呀，那呀哦。